今日我哋唔係去探靈，唔係捉鬼，更加唔係飛撲搶粟米，而係正式介紹我兩位拍檔，太平洋鸚鵡界最強二人組藍莓同青檸。大家好，我係青檸，一隻超級活潑嘅太平洋鸚鵡。太平洋鸚鵡，你冷靜啲先。太平洋鸚鵡英文名係 Pacific Parrotlet， 學名係 Phorbus coelestis， 原產地非常有異國風情，南美洲嘅厄瓜多爾同秘魯。南美熱帶雨林出世，係咪好超呢？佢哋體型非常迷你，全身長度約13厘米，重量大約28至35克，細隻可以放喺你手掌度，打個乞嗤都會俾風吹走嗰種。唔係講笑，我真係試過俾風扯走過一次。嗰次係你想扮滑翔唔着陸啫。唔好睇佢哋咁細隻，個性可以話係細粒，火氣大，但有時又會扮酷。我只係有少少暴躁啫，平時我都好文靜㗎。成日咬爛晒啲廁紙筒都叫文靜？佢哋個嘴唔係擺設，咬落去有時真係好似迷你切割機。我試過咬爛電筒個開關掣。成日都要幫你執手尾。外表方面，野生太平洋鸚鵡原本係綠色為主色，但經過人類培育之後，依家有藍、黃、白、黑，好似彩虹咁。公鳥頭、背、翼有明顯藍色羽毛，母鳥就沒有。我就係經典草綠加淺黃色天然呆系列。我係天藍加青灰，都市冷靜風代表。最有趣係佢哋嘅叫聲細聲，唔會亂叫，好適合住喺大廈，唔想俾街坊投訴嘅人飼養。係啊，我好乖㗎。係就係細聲，但佢口水多呢。活動量就爆燈，跳飛飛，玩咬，撳掣開機，踢波打圈，冇一刻靜過。有一次我喺風扇頂轉咗5個圈都未想落嚟。我拍低咗放咗去 YouTube 啦，流量唔錯。主食方面，佢哋中意食穀物同果實，唔係淨係得粟米㗎，蘋果、木瓜、藍莓、香蕉，通通都中意。記住千祈唔好俾朱古力、咖啡因穀物，會中毒㗎。我最中意食熟香蕉，次食完都瞌眼瞓。你食完之後成隻攤咗喺度，好似中咗毒咁。至於壽命，太平洋鸚鵡平均可以活到12年。你一日唔帶佢出去曬太陽，佢會用一世記仇。我冇記仇，我只係記得你好耐冇陪我去街啫。上次我咪孭住你喺 OK 便利店行咗個圈咯。總結一句，太平洋鸚鵡細隻，個樣勁得意，唔會好嘈，又聰明又活潑，性格好奇又貪玩，養得好。佢哋唔止係寵物，而係一世朋友。記得訂閱同埋 like share 留言俾我哋。你再唔訂閱，我就會嚟撳壞你部電話。